好，今日嘅讀經咧就會喺列王記上第19章9至14節嘅，咁啊請聽我讀出啦。列王記上第19章第9節，他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就住在洞中。耶和華的話臨到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第10節，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第12節，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洞口，有聲音向他說：以利亞，你在這裏做什麼？第14節，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壇，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好啦，咁今日好高興啦，鄭澤源前輩當咗我分享神嘅話語啦。咁鄭澤源前到你依家就係喺基督教牧愛會監獄事工嘅主任，同埋其監獄神學教育課程嘅教務長嘅。咁亦都係中國神學研究院延伸課程裏邊當中嘅講師。咁今日佢嘅講題咧就係生命的超越與復興。我將時間交俾鄭傳道，唔該。有冇好，弟兄姊妹平安。我記得個幾月前咧，國輝牧師咧，我問國輝牧師，我話喂，今次個營會個主題係咩啊？咁佢就話咧係與己、與神、與人嘅連結。因為咁嘅緣故，我哋專登寫咗今日呢篇講章，希望咧透過今日嘅信息，去提醒下你同我，大家點樣可喺呢個信仰嘅路上面繼續為主去奔走。我哋一齊祈禱嘛。主啊，求你自己靈喺我哋當中運行，求你自己開啟我哋嘅心。當我哋聽到你自己説話，我哋樂意進行。聽我哋祈禱，奉靠主基督耶穌聖名，阿門。每個人都有唔同嘅身份，例如你可能你係一個爸爸、媽媽、學生、醫生，或者係修路嘅工人，乜嘢都好啦。當你喺呢個崗位上面穩定咁樣去運作嘅時候，一切好暢順，事事得心應手，你個心亦都會穩定落嚟。你可能同自己話：啊，啲嘢仲掂，都幾叻啦。但係如果突然之間出現咗逆境，例如你係一位辦公室嘅主任，突然之間做事棘手棘腳，啲下屬又甩甩漏漏，最弊老闆突然間揾你入去照肺，你情緒可能出現咗波動，心靈裏面可能會有受煩，你可能會自己問自己：發生咩事啊？我做錯啲乜嘢？或者你更加咁樣諗，老細，我平日點做嘢，你冇眼睇嘅咩？你咁對我，跟住你可能擔心會俾人調職、降職或者炒魷，情緒可能更加低落，對自己嘅身份、業績同埋能力產生咗懷疑。老實講，咁嘅人生路，我行過，我見過。呢啲經驗或者反映即係心理嘅反應，唔單止喺工作上面，就算喺屋企、喺學校，
或者喺教會都可能會發生。例如你係一位咧純粹返崇拜、參加下團契、都恆常奉獻嘅基督徒，信仰雖然係平淡，不過生活咧就順風順水。你可能話：唉，神祝福我，感恩啦。但係如果突然之間出現咗艱難，又失業，又病倒，真係頭碰着黑，你嘅情緒可能因為咁嘅緣故又產生波動，諗嘅嘢越嚟越負面。你可能對信仰再提唔起勁，對教會生活更加冇晒興趣。點解啊？因為神你都唔祝福我嘅。如果你係一個委身侍奉嘅領袖，過去嘅日子你為神嘅家真係水裏去，火裏去，講得勁啲，你為教會立下咗好多汗馬功勞。但係當遇到一連串逆境嘅時候，身心受創，內外皆憂，眾叛親離，你會唔會問下自己發生咩事？我做錯啲乜嘢啊？或者你會質問神：神啊，我平日點侍奉你，你知㗎？點解你咁對我嘅？弟兄姊妹，生活上嘅際遇或者唔同嘅處境，有時咧唔單止影響住我哋嘅情緒，甚至會衝擊我哋嘅信仰。喺呢啲處境嘅當中，我哋可能會咁思考：唉，我係邊個啫？我係咩身份啫？我究竟做緊乜嘢？我做成點啊？有冇做錯啊？又或者神，你睇到我做乜啊？我做得唔好啊？你覺得唔好啊？我而家咁，究竟發生咩事啊？神，你搞乜鬼啊？引發嘅問題可以係好多，而情緒亦都可以因為咁相應嘅低沉咗落去。當然神唔想我哋沉落谷底，好想我哋振作起嚟。咁佢用啲乜嘢嘅方法讓我哋重新振作？佢要我哋點樣去轉移焦點，又點樣幫助我哋超越自己嗰啲執着，以致我哋可以振翅高飛？可能你會話：我而家都幾暢順啦，正穩行喺高處，我同神嘅關係都甜蜜啦。如果係咁，我當然為你感恩。不過，我哋必須要記住，屬靈生命嘅成長係冇盡頭嘅。我哋必須要向高處行，真理要扎得越個根，要扎得要穩，屬靈嘅體驗要更加深。所以今日嘅信息同我哋要成為咗我哋嘅借鏡，無論係對將來對人或者對自己，都係一個提醒。我今日嘅講題係生命嘅超越同埋復興。經文係記載喺列王紀上17章到第19章，講述嘅人物係大家所熟悉嘅先知以利亞。我想透過佢一段嘅事蹟，去侍奉嘅經歷同埋心路歷程，同大家分享一下神點樣將以利亞從幽谷當中將佢帶翻上去高地，點樣從心靈嘅迷宮裏邊帶翻佢出去個出口嗰度，點樣從自我懷疑嘅當中，神俾佢3個再三嘅肯定。對於以利亞嘅背景，聖經只有一句嘅啫，就係基列寄居嘅提比利人以利亞，其他嘅資料就冇㗎啦。以利亞工作嘅時間應該就係主前9世紀左右，距離今日大約係已經3000年。按照列王紀上嘅記載，自從所羅門王死咗之後，以色列佢就分裂成為南北2個大國，成為咗南方嘅猶大國同埋北方嘅以色列國。過咗幾十年，亞哈就做咗以色列嘅王，
又娶咗耶洗別做佢老婆。當時耶洗別不但教唆亞哈去供奉迦南嘅神巴力，並且喺全國裏面供養咗450個巴力先知同埋400個亞舍拉嘅先知。對於堅信奉耶和華嘅先知，佢就加以殺害。所以對耶和華嘅敬拜係面對住嚴重嘅打擊。耶和華嘅先知嘅死活根本係活喺一個危機嘅當中。以利亞就喺呢個背景裏邊去見證耶和華。事實上，你要了解以利亞嘅下沉，就必須要了解佢嘅高峰，可以話係佢事業嘅高峰、地位嘅高峰，甚至係人性滿足嘅高峰。喺列王紀上17章同埋第18章，總共記載咗3個事蹟，我略略去講一講下。喺17章1到第7節，耶和華就叫以利亞去同亞哈講，佢話：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華以色列的神起誓，佢這幾年我若不禱告，必不降露，不下雨。結果雨就真係一滴都冇落咗落嚟，整個國家隨即面對嘅係旱災。就係咁過咗3年，喺18章41到46節，以利亞就對亞哈佢就講啦，佢話：你現在可以上去吃喝，因為有多雨的響聲了。跟住以利亞就上迦密山去祈禱。僕人觀看咗7次之後，第18章45節經文就話：霎時間天因風雲黑暗降下大雨，國家就再次得到滋潤。喺呢段乾旱嘅日子，以利亞除咗經歷到神嘅餵養之外，佢仲經歷過見死人復活呢件事。喺旱災嘅初期，神吩咐以利亞，神就話啦：佢離開這裏往東去，藏在約旦河東邊的基立溪旁。你要喝那溪裏的水，我已吩咐烏鴉在那裏供養你。於是以利亞就照樣做，烏鴉就擔餅同埋肉去餵佢，佢就飲溪裏面嘅水。過咗冇幾耐，17章第9節，神又吩咐佢：嗱，你而家就起身往西頓的撒勒法去，住在那裏。我已經吩咐那裏的一個寡婦供養你。於是以利亞又跟住吩咐去做，並且為呢個寡婦帶嚟咗祝福。17章13到第14節，以利亞就同佢話，同個寡婦話：不要懼怕，因為耶和華以色列的神如此說：你壇內的麵必不減少，瓶裏的油必不短缺，直到耶和華使雨降在地上的日子。結果17章16節，壇內嘅麵果不減少，瓶裏的油也不缺短，正如耶和華藉以利亞所說的話。唔單止係咁樣，最精彩嘅係下一版。17章17節，佢這事以後，佢作那家主母的婦人，他兒子病了，病得甚重，以致氣息身無氣息。咁呢個媽媽就好傷心啦。下一版。17章21到22節，以利亞就3次伏喺孩子嘅身上，求告耶和華。耶和華我嘅神啊，求你使這孩子的靈魂融入他身體。耶和華應允以利亞嘅話，孩子的靈魂融入他身體，他就活了。見死人復活啊，勁唔勁啊？勁！唔單止係咁，下一版。喺第18章17到40節更加厲害。18章18到第19節，以利亞就同亞哈去講啦，佢話因為你哋離棄咗耶和華嘅誡命，去隨從巴力，
佢現在你當差遣人招聚以色列眾人同侍奉巴力的那450個先知，並耶洗別所供奉侍奉亞舍拉的那400個先知，使他們上迦密山去見我。結果就發生咗喺迦密山上邊，以利亞單挑幾百巴力先知嘅事。整個事件當中，以利亞透過獻祭，或者咁講，耶和華透過收取以利亞所獻嘅祭，去顯明自己佢係以色列嘅王，佢比巴力更強大。耶和華先至係真神，亦因為咁打敗。18章39到40節，眾民看見了，就俯伏在地，說：耶和華是神，耶和華是神。以利亞對他們說：拿住巴力的先知，不容一個逃脫。眾人就拿住他們，以利亞帶他們到基順河邊，在那裏殺了他們。事件發生詳細嘅經過，我唔講啦。大家即管睇下，就係列王紀上18章17到40節。弟兄姊妹回顧一下，以利亞祈禱唔落雨就唔落雨，3年之後祈禱落雨就落雨。佢祈禱個細路起死回生就起死回生。佢經歷過烏鴉同寡婦嘅餵養，見到神使到個壇裏面嘅餅同埋油嘅供應毫不斷絕。最後神透過以利亞戰勝迦南嘅巴力，又殺盡450個巴力先知。以利亞勁唔勁啊？勁！佢嘅侍奉有冇果效啊？有，好勁又有果效。因此你可以話，以利亞嘅侍奉根本登上係一個高峰，甚至靈性佢又有如母鹿嘅蹄穩行喺高處。18章46節咁樣話：耶和華的靈降在以利亞身上，他就束上腰，奔在亞哈前頭，直到耶斯列的城門。神嘅靈與同以利亞同在。以利亞束上腰，充滿咗力量，並且好有速度。弟兄姊妹，你有冇咁嘅經驗？有冇類似咁嘅經驗？侍奉似唔似咁順利啊？或者你同神合作有冇佢咁 fit 啊？如果有，我恭喜你，因為你就好似以利亞咁樣踏喺屬靈生命嘅高峰。不過雖然係咁，我哋就好容易跌入咗一個自我滿足嘅狀態，覺得自己係為神奔走，為神國大發熱心。睇下啲事工幾有成績，你睇下啲弟兄姊妹就聽我支笛，願意歸向神，邊個夠我咁投入侍奉？咁以往學似直情完全同以往嘅信心偉人有得揮。小心呢種自我良好，甚至沾沾自喜嘅感覺，好容易將我哋帶入一個屬靈嘅驕傲裏面，會出現一個我其實好重要，神冇咗我唔得。我唔去猜想以利亞係唔係咁諗，不過當時佢面對逆境嘅時候，甚至聽到迫害嘅時候，佢就產生發出怨言，整個人冧晒。事情就係根據同巴力先知鬥法之後，亞哈王嘅老婆耶洗別就發出江湖追殺令，要攞以利亞條命去報殺450個巴力先知之仇。皇上19章第2節，聖經咁話：耶洗別就差遣人去見以利亞，告訴他說：明日約在這時候，我若不使你的性命像那些人的性命一樣，願神明重重的降罰於我。即係咩意思啊？到咗聽日大約呢個時候，如果你唔死，願神明降罰於我。
我相信以利亞唔係怕死嘅，不過突如其來嘅衝擊，確係帶嚟佢信心嘅低潮，佢甚至向神求死嘅。打一打19章3到4 19章3同4節咁話，佢以利亞見這光景，就起來逃命，到了猶大的別是巴，將僕人留在那裡，自己在曠野走了1日的路程，來到羅藤樹下，就坐在那裡求死。佢耶和華罷了，求你取我的性命，因為我不勝於我的列祖。你要了解以利亞呢段説話，你必須要理解埋佢當時嘅心情。佢聽到耶洗別要追殺，佢就即刻逃亡，全速咁跑咗幾耐啊？跑幾耐啊？跑咗1日嘅路程。如果係你攰唔攰啊？逃亡1日，走1日嘅路程應該好攰。最緊要嘅係整個路程裏邊，佢諗緊啲乜嘢？佢一定係諗緊到底發生咩事，點解會有追殺呢件事，甚至會責怪神點解容讓呢件事情發生。以利亞腦袋裏面充滿咗疑惑，肚裏面谷住一套氣，所以佢到羅藤樹下坐低，就向耶和華發出怨言。不過，與其說係怨言，不如話係發爛渣。當然，好視乎你用一個咩語氣去讀。佢話乜嘢？阿神夠啦！你不如攞咗我條命算啦，梗係啦，我都唔及我嘅祖先。大家睇到嘛？以利亞根本就係向神發脾氣，語氣無論係激動或者係哀傷，背後嘅意思係乜嘢？就係神，我唔夠班，又冇咗我啲前輩咁，我又冇我啲前輩咁叻，你揾我幫手嚟做咩咧？你不如炒咗我算啦！弟兄姊妹，你估下以利亞所講嘅列祖啊，或者前輩係指邊個？我唔開估住，你一路聽一路諗，你睇下猜唔猜得中？以利亞面對住不如意，唔單止情緒波動，佢仲會對自己嘅身份能力產生懷疑，會將情緒轉嫁咗俾神，又揾藉口去說服自己去接受當時嘅處境。弟兄姊妹，你有冇試過呢種經驗？就係無論喺家庭、工作或者侍奉，原本事情好順利，突然之間可能喺人際關係上或者體力上、情緒上出現咗一啲阻滯或者危機。例如你喺教會侍奉得好地地，湊得啲羊仔肥肥白白，但突然之間當中有幾個弟兄姊妹話要轉教會，完全又冇同你商量，牧師就好緊張咁問你：喂，究竟發生咩事？如果係咁，你會唔會懷疑自己係咪做錯啲乜嘢？懷疑自己嘅能力適唔適合做呢個崗位？甚至懷疑神有冇將你擺錯咗入嚟？下一步，如果係咁，你會唔會感到失望、沮喪、激氣，定話好似以利亞咁向神發出怨言？可能你冇咁激嘅經歷，咁都好嘅。不過平日嘅日子，你不妨就住現在嘅環境問下自己：我近日所做嘅事好定唔好啊？我嘅能力係咪適合而家嘅工作、而家嘅崗位啊？神有冇擺錯我喺呢度啊？我而家個感受究竟係點㗎？我而家係開心、憂慮定話好激氣？你咪當做下 body check 咁咯。睇翻陷於低潮嘅利亞，佢向神發脾氣之後，
你睇下神點樣幫佢超越自己，以致佢生命得到復興。下一白，第19章5到8節，聖經咁話：佢他即係以利亞，躺在那棵羅騰樹下睡着了。忽然有一位天使拍他說：起來吃吧。他將眼一看，只見頭旁有炭火烤的餅和一瓶水，他就起來吃喝，然後又躺下去。下一版。耶和華的使者第2次回來拍他說：起來吃吧，因為你要走的路程太遠了。於是他起來吃喝，靠着那食物的力量，他走了40晝夜，直走到神的山，就是何烈山。以利亞逃亡走咗1日嘅路程，佢好攰，心裏面有好多牢騷，因此佢喺羅騰樹下就瞓着咗。神有冇阻止佢瞓覺啊？有冇啊？冇，任佢瞓。並且到咗時候，天使拍醒佢，叫佢食餅飲水，然後俾佢再瞓。以利亞又瞓咗一大覺，天使又再次拍醒佢，叫佢食飽啲、飲飽啲，因為以利亞嚟緊要走一段好長嘅路程。於是以利亞就吩咐聽從吩咐，食得飽飽，飲得飽飽，就走咗40晝夜，去到何烈山，即係西乃山。弟兄姊妹，何烈山同西乃山，你諗起咩事件啊？冇錯，出埃及記19章同20章，耶和華降臨同耶和華頒布10誡嘅事件。呢件事件裏面諗起邊個祖先啊？下一版就係摩西。喺呢度神見到神復興以利亞第一道板斧係乜嘢？係乜嘢？下一版就係俾佢肉身嘅休息，俾以利亞肉身嘅休息，就係由得佢瞓覺再瞓覺，由得佢食飽再食飽。No matter 嗰啲係咪雞翼定雞髀？弟兄姊妹，喺呢個營會你瞓得好唔好啊？飽唔飽啊？飽。記得讓你嘅身體得到充分嘅休息，以致你有精力去專注喺神嘅身上。如果唔係，你心靈固然想專注，但係肉體卻軟弱了，即係瞓着了，明白嗎？所以記住，食得飽、飲得飽，仲要瞓得飽。所以頭先弟兄話，我哋好實際地、好樂意地去 practice 一下呢樣嘢，瞓下先。記住，身體要有足夠嘅休息，以致你能夠專注喺神嘅身上。好啦，跟住神第二步係乜嘢咧？好，下一步19章9到第9同10節，聖經話：他即係以利亞，佢在那裏進了一個洞，就在洞裏過夜。耶和華的話臨到他，佢說：以利亞，你在這裏幹什麼？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的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拆毀了你的祭壇，用刀殺死了你的眾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他們還要尋索我，要取我的性命。耶和華帶以利亞進入一個洞，讓以利亞好好咁安穩嘅過一晚，等到佢可以休息，同埋個心慢慢安靜落嚟，俾自己沉澱一下。到咗以利亞休息完啦，神就問佢：以利亞，你做緊乜嘢？呢個問題你可以從3方面去了解一下。第一，以利亞發生咩事？第二個係以利亞做乜搞成咁啊？第三個係以利亞
你有咩投訴？以利亞心裏面嘅怨氣就即刻爆發，跟住就乒乒乓乓。嗱，弟兄姊妹，你留心下，用唔同語氣去讀呢段聖經有唔同嘅體會。我就試下用谷氣嘅咁樣講。以利亞話乜嘢？我為你耶和華呢個咁有能力嘅神大發熱心。點解啊？因為以色列人違約咯，拆埋你個壇咯，連嗰啲服侍你嘅先知都殺埋，死剩我咋？而家佢哋仲要追殺我，攞我條命啊！跟住個潛台詞係乜嘢？你睇唔到㗎？你咁對我？就喺呢兩節嘅經文，大家會睇到神讓人復興第二步係乜嘢？下一步就係俾人向佢講出心底話，講出心底話。神要人反省下自己，真誠咁面對下自己嘅內心世界，感受下自己嘅情緒，同埋睇清楚面對嘅係乜嘢問題，然後向神去傾訴。當然呢一個反省同埋傾訴唔一定要一次過完成，可以重複嘅反省，逐步咁感受，然後一再向神去傾訴，甚至係投訴。呢種嘅傾訴係可以帶住唔同嘅情緒表達，可以係激情嘅，可以係平和嘅，可以係哀傷嘅。最重要嘅係深切嘅反省同埋跟神有真誠嘅溝通。弟兄姊妹，喺營嘅裏面，你有冇安靜到自己嘅時間？有冇嘗試沉澱一下自己？有冇向神去傾心吐意？如果未有，自己就劃出一個時間同神去傾下偈。將你心裏邊嘅喜怒哀樂向神傾訴一下，神好樂意去聽你嘅心底話，更樂意同你一齊去面對你面對緊嘅處境。以利亞講出咗心底話之後，神又點樣幫佢超越自己，讓佢喺混亂當中走出嚟？下一版。19章11到第12節，聖經咁話：耶和華說，你出來站在山上，在我面前。那時耶和華從那裏經過，在他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起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火後有微小的聲音。耶和華聽完投訴，就叫以利亞出嚟，企喺山上，要佢企喺佢面前。下一段，跟住耶和華從那裏經過，在以利亞面前有烈風大作，崩山碎石。耶和華卻不在風中，風後地震，耶和華卻不在其中。地震後有火，耶和華也不在火中。下一版，大家留意烈風、地震、大火，經文重複講到耶和華不在其中。不過大火過後，卻有微小嘅聲音。弟兄姊妹，烈風、地震、大火喺何山幾時發生過？就係出埃及記19章16到第18節，耶和華降臨嘅情況。到第3天，在山上有雷轟、閃電和密雲，並且角聲甚大，營中的百姓盡都發顫。西乃山上，西乃全山冒煙，因為耶和華在火中降墜於山上。山的熱氣上騰如燒窯一般，遍山大大震動。下一版，而串聯呢件事嘅係邊個？摩西。大家記唔記得以色列人嘅列祖當中
有邊個係曾經真係住喺呢個洞穴裏邊，耶和華又喺佢面前經過？下一版摩西。出埃及記33章18到23節講，下一版。佢摩西説：求你顯出你嘅榮耀給我看。耶和華説：看啊，在我這裡有地方，你要站在磐石上。佢話：我的榮耀經過的時候，我必將你放在磐石穴中，用我的手遮掩你，等我過去。然後我要將我的手收回，你就得見我的背，卻不得見我的面。再者，以利亞擊敗巴力嘅先知，喺歷史嘅當中，以色列嘅先祖邊一個係擊敗外邦人嘅術士？下一版都係摩西。你睇下出埃及記第7到第9章，摩西喺亞倫嘅陪同底下，喺呢個河水變血啊、蛙災啊、瘡災啊裏邊嘅事，一而再、再而三將嗰啲術士打敗。大家見到嘛？耶和華知道以利亞心裏邊同邊個祖先去比較，就係同摩西比較，所以就將佢帶到去何烈山，照樣藏喺個洞裏邊，照樣喺佢面前經過，照樣去見到烈風、地震、大火，但耶和華不在其中。專登帶佢嚟呢度，經歷摩西所經歷，經歷完耶和華不在其中。究竟神要以利亞學啲乜嘢呢？就係叫佢唔好太過在意嗰啲外在嘅事，就好似個天落唔落雨，個細路仔生唔翻生，或者戰勝巴力先知，佢呢啲嘅現象或者事件唔係神嘅本身嘅。即使係烈風、地震同埋大火，都唔係神，神不在其中。下一版。最重要嘅係火後有微小嘅聲音。神要以利亞去留心嘅就係喺呢啲咁轟烈嘅事件背後聲音。呢個聲音好微小，係神溫柔嘅叮嚀。佢要提醒以利亞，每件事情嘅背後係由佢主宰一切。聽清楚。每一件事情嘅背後係神去主宰嘅一切。現在同以利亞同在嘅都係耶和華，亦都係佢。因此唔好為過去嘅工作自滿，亦都唔好對別人嘅成就有介懷，亦都無需比較，因為每件事掌握喺神嘅手中。無論成敗得失，全部都係神嘅工作。以利亞，你亦都唔需要驚慌，因為耶和華喺度，佢好清楚發生緊啲乜嘢事。弟兄姊妹，你會唔會好似以利亞太過專注喺工作或者事務上面？會唔會太過敏感成敗得失？你會唔會不經意咁同人去比較緊？會唔會對神有抱怨？如果係咁，你要記住呢一切唔重要嘅。冇錯啊，難題係需要解決嘅，但一定要記住，背後掌管嘅係邊個啊？係神自己。事情必須要解決的，但你記住，每一件事情嘅背後掌管嘅係神，唔係你嘅。你發生緊啲乜嘢事，神完全知道，佢亦都要清楚，神要同埋你喺埋一齊。你要知道，你並非孤軍作戰。嗱，一陣間大家食完飯打牌，就喺呢個營地嘅裏面工作坊之前，靜靜地喺度行行，欣賞下啲花草樹木、啲雀仔昆蟲，留心讓個心靈平靜落嚟，
思想一下萬物背後嘅創造主，留心下聽佢嘅微聲，睇下神有啲乜嘢同你講，好唔好啊？靜靜地聽下睇下，雖然萬物冇出聲，不過背後嘅上帝要同你講説話，打牌。就好似經文19章13到14節，以利亞聽見，就用外衣蒙上臉出來站在門口，有聲音對他說：以利亞，你在做什麼啊？他說：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了你的約，毀壞了你的牌，用刀殺了你的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係啊，大火之後有微聲，以利亞要留心去聽。佢同樣好似摩西一樣，喺耶和華經過嘅時候，用外衣蒙住塊面。當企喺門口睇見3個情景，睇到嘅唔係烈風、地震同大火。佢見到神唔喺烈風、呢個地震同大火之中，佢明白神嘅心意喺呢一刻下白。同樣嘅問題，以利亞，你在做什麼？經過咗呢一個烈風、地震、大火，佢明白神嘅心意。神照樣問翻同一個問題：以利亞，你做緊乜？下一題，以利亞同樣回答：向我為耶和華萬軍之神大發熱心，因為以色列人背棄咗你嘅約，毀壞咗你嘅牌，用刀殺咗你嘅先知，只剩下我一個人，他們還要尋索我的命。但係呢一刻，以利亞嘅心情同開始好唔同。佢即使面對緊嘅問題，仍然係咁冇變到。但係以利亞嘅心境已經變得好平靜安穩，一片空明。佢知道一切掌握嘅係神，一切都喺神嘅手中，一切成就都係在乎神嘅作為。以利亞嘅將來，佢知道係埋藏喺耶和華嘅掌管底下。過去嘅糾纏其實算不得什麼。以利亞嘅休息、投訴過、沉澱過，並且細心思想過神對佢嘅提醒。佢睇到事情嘅眼界有唔同，侍奉成就以至前面人生路，佢睇得清清楚楚。啱嘛？就好似一杯充滿沙石嘅水，被攪動嘅時候變得非常渾濁，但當水靜止嘅時候，沙石就會慢慢沉澱，杯水就會慢慢變得清晰。以利亞就經過一個咁沉澱嘅過程，屬靈眼界得到超越，內在嘅生命得到提升。弟兄姊妹，你想唔想有咁嘅經歷？想唔想啊？我哋睇到以利亞嘅生命復興之後，神點樣繼續使用佢啊？下一版19章15到第18節，耶和華對他說：你回去，從曠野往大馬色去，到了那裏，你要膏立哈薛作亞蘭王，又膏寧示的孫子耶戶作以色列王，並膏亞伯米何拉人沙法的兒子以利沙作先知接續你。將來躲避哈薛的刀的，必被耶和華所殺；躲避耶戶之刀的，必被以利沙所殺。但我在以色列人中為自己留下7000人，是未向巴力屈膝的，未曾與巴力親近的。耶和華冇將以利亞調去第二個地方侍奉，佢只吩咐佢翻去自己嘅工場，繼續為神去作工。從19章15到第18節睇到，神要以利亞去膏立亞蘭同以色列嘅王，並且膏立以利沙接續佢先知嘅位份。
並且佢賜俾以利沙嘅權柄。不過最有趣嘅就係佢同以利亞講，為耶和華爭戰嘅唔係淨係得你一個啊，以利亞，你唔係孤軍作戰，而係神早已為自己預備咗7000人未向巴力不失。呢7000個助手事件似唔似民數記11章16到第18節？神預備咗70個長老去輔助摩西去管理百姓一樣。究竟神係安定以利亞嘅心，定話休以利亞一脈咧？見仁見智。你唔係孤軍作戰，神話我為我預備咗7000人未向巴力不失。講到好多內容，不如做個總結，下一版。從以利亞嘅經歷當中，我哋見到，如果靈命要被提升，有幾個步驟，其實我哋可以試下去實踐下出嚟。第一就係有足夠嘅休息嚟提高專注力，所以應該點做？食飽啲，飲飽啲，跟住瞓飽啲。第二，你要敢於向神去傾心吐意。記住啊，弟兄姊妹，我哋喺神面前係透明㗎。我哋任何嘅嘢瞞不過上帝，與其瞞不過上帝，就倒不如就同佢講啦。開心唔開心照講，唔明白或者激氣嘅照講。總之，逐啲講一句，神理得你信嘅。傾心吐意，一陣間藉住祈禱同人傾下偈。第三，願意沉靜落嚟，沉靜，讓自己慢慢沉澱。第四，願意去細心聆聽同思考神嘅指示。呢個指示可能從聖經，可能從你一陣間行出去萬物裏邊對你有所提醒。一陣間有幾個工作坊係靈修嘅工作坊，可能喺靈修嘅當中，心靈裏邊有所體會，神嘅靈就喺當中裏邊對你有所提醒。細心嘅聆聽同埋去思考呢啲指示。第五，願意服侍，願意順服，按照神嘅吩咐去調教焦點，然後勇敢嘅向前行，勇敢地向前行。之前要點做啊？你要調教焦點。我係要望左，神叫你望右啦。我係唔望，係唔望。你行到一條上帝叫你行嘅路，願意去聽神嘅吩咐，調教焦點，以致帶出有勇氣嘅繼續向前。弟兄姊妹，今日嘅營會相信大家咧一定會有足夠嘅休息同飲食我亦都相信咧有足夠嘅空間俾大家咧同神去傾下偈，向佢傾心吐意。我都相信咧神會透過唔同嘅渠道同你哋説話。我就鼓勵大家，當聽到神嘅提醒，就細心思考，並且樂意行出嚟，好唔好啊？好啊！願大家嘅眼界就好似以利亞咁，得到超越，靈命一再得到復興。我一齊祈禱吧。主啊，求你自己親自嘅與我哋同在，求你憐憫我哋在座嘅每一個。主，求你紀念我哋嘅本體只是塵土，求你自己嘅靈開啟我哋嘅心思，讓我哋去明白你嘅心意，亦都俾我哋有嗰種嘅膽量勇氣。我哋喺你面前傾心吐意，願意你向我哋所說嘅話，我哋願意遵行，以致當我哋生命被你提升嘅時候，喺生活當中我哋要將榮耀歸俾你。主，再次多謝你俾我哋今日有呢個營會嘅時刻，願榮耀歸於你。聽我哋禱告，奉靠主基督耶穌聖名，阿門。喺以利亞嘅經歷裏邊咧，其實俾我哋好多提醒。我哋喺營會裏邊咧，我哋有兩個嘅叫感官靈修。我哋第一個靈修咧，其實就係用塊鏡照住自己，睇下自己隻眼，睇下自己眼耳口鼻。我哋可能喺過去我哋嗰啲嘅自我形象咧，
係靠我哋啲成績嘅，我哋做得有幾好，我哋考試攞幾多分，咁所以我係一個成功嘅人士，我係有價值嘅人。但我哋想透過呢個嘅練習係重新嘅提醒翻自己，我哋唔係靠呢啲成績成就去決定我係咪一個寶貝嘅人。其實喺神嘅眼中，我哋呢個人呢個 body， 我哋呢個生命已經係神嘅寶貝，唔係用外加啲嘢嚟俾翻個價值我哋，而係我哋嘅價值係植根於喺神嘅裏邊。然後我哋睇，我哋每人可以揀一嚿你覺得合眼緣嘅石頭，望住呢嚿石頭嘅時候，我哋睇到嘅係咩啊？呢嚿石頭唔係憑空出現嘅，係經過一個歷史嘅長河慢慢凝固，亦都經歷過一啲嘅沖刷，變成今日嘅模樣。其實我哋今時今日而家呢個模樣，都係神嘅精心傑作，係神做嘢，唔係我哋做嘢。而每一粒石頭都係獨特嘅，唔需要比較。每一個人都有佢漂亮嘅地方，當然亦都有佢唔美嘅地方。但係喺神嘅眼中，佢都係看為寶貴。而同時，佢哋講到我哋係一個，我哋大家組成係一個屬靈嘅宮殿。我哋每一個人都要活石。你留意到個關係嗎？如果一嚿石頭就咁抌喺路邊，佢就係一嚿石頭。但係如果一嚿石頭上邊再搭多一嚿石頭，揾少少紅毛泥，搭下就會變成一個宮殿，係神嘅宮殿。正如以利亞，佢以為自己一個人搞掂晒，但係唔係啊！神都為以利亞預備咗7000人。神要以利亞繼續做佢嘅工作，就好似繼續建造呢個靈宮。所以可能未必個個我哋可以咧去晒全營，即係我哋3日2夜，我哋未必個個都可以參與得到。但我盼望咧就係、我哋都能夠喺今日呢個廳喺呢個營地嘅裏邊，我哋花少少時間嚟親近神啦，去感受下其實神有幾愛你。神咧為你預備呢啲花花草草，一切嘅嘢係想你去享受。呢個就係我哋嘅主啊！幾咁嘅偉大，幾咁豐富，同時幾咁嘅慷慨。所以今日花少少時間安靜自己，用神嘅眼光睇自己，亦都聽下神嘅聲音，同神建立一個親密嘅關係。感激一下神賜俾我哋一個咁好嘅群體，我哋唔係孤單嘅。除咗神同我哋一齊之外，我哋有好多弟兄姊妹陪住我哋一齊行。讓我哋能夠咧咁樣慢慢行嘅時候，我哋見到神嘅國度係咁樣拓展。呢一刻可能我哋仲見到世間有好多邪惡嘅事情、不法嘅事情，但係我哋要記住，所有嘅事情背後，神仍然掌權。盼望咧今日我哋喺呢個嘅園地，我哋喺休息嘅當中咧，我哋就重新得力喺神嘅裏邊再次改變我哋嘅眼光，改變我哋嘅心態，然後迎接我哋出咗營之後繼續嘅日常生活。不過帶住神進入你嘅日常生活當中，我哋同起立，我哋同唱3一頌。讚美天父愛世世人，讚美耶穌愛所有人，讚美聖靈愛我一生，讚美三位合一真神。剩低同領受由神而嚟嘅賜福，願天父嘅慈愛、耶穌基督嘅加力恩佑、聖靈嘅膏抹啟示，隨於你哋眾人同在，從今時直到永永遠遠。請坐，我散會。